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伫个就职100天的深夜，甲警察到拍破甲 KTV 临检。本来民众若拄到警察要临检，拢真袂爽。也毋过即届看到的竟然是市长，大家有够痛，大声来喝休。临检的现场瞬间变作支持者的见面会。本地韩市长甲伊的党主席吴敦义，明仔载要安排会面，也毋过临时取消了。讲要等韩国瑜去美国转来了后，才要过来约见面。 高雄市警方真拢夜店临检，伫遮咧耍的民众看到韩国瑜嘛来，咻咻叫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次带队到夜店，上台宣传反导，警察临检遮尼久，第一次看到这款的气氛，闹得滚滚。所有的青年好朋友们，大家好。 现场的民众有人赶紧摕手机起来翕，这现场亲像是见面会同款。韩国瑜嘛强调，高雄毒品防治这是新做法。 我们针对一个新的结构来反毒品，就是所谓的校区、社区、管区3区合一。韩国瑜所行到的所在，就带来人气。要去临检进前，韩国瑜先到中职中信兄弟，伫高雄丁昌湖球场所举办的主场赛事开球。虽然伊家已经拍半个月比赛，讲做是开幕战，但是韩国瑜伊穿球衫开球，伊的人气非常悬，完全拢无受到讲唔到话影响。